一般拢认为中北部才有油桐花，毋过伫台南、南西梅岭陆续有桐花盛开。预估花期将到4月30号，嘛，互台南成为全台上早纬度上南边的5月雪。台南市客委会为了互民众毋免远头路，会当体验白色浪漫，今年除了持续举办桐花节，预估4月9号正式登场。宣传记者会中，副市长叶泽山嘛邀请大家做回来南西赏花，参加桐花小旅行。过去因为这个植物的生长环境会比较冷一点，所以都在我们的中北部的山区比较多哦。那南溪相对的气候是比较适合的，所以在南溪这边，有油桐树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在这里。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，就是可以让大家对于客家文化，其实过去有2个意象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烟草，一个就是什么？桐花哦。那在南溪这个地方，还有一片桐花，可以让大家去赏桐花，去了解我们的客家文化。台南去年桐花节首次举办的小旅行，因为报名秒杀，所以今年市府除了提出加倍加游艇的规划，嘛加入东山加边路线。今年我们在办这个桐花小旅行哈，特别市长有交代要多哈，比去年多了1倍。那多了1倍，那个路线呢也不一样哦。去年只有在南溪桐花的步道以及江家古厝，今年多了在东山东园这个地方，因为东山地区有部分也是客家人移垦开垦的区域，那现在也有不少客家人居住在那里，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台南的客家历史文化。不管南西或者是东山，拢侪客家乡亲的部落，甲因的族群辛苦经营美爱成果，欢迎踊跃来参访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